由中國自主研發嘅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目前已經廣泛應用喺全球運輸、農業同災害應急等嘅範疇。有本地科技教育公司早前帶領15間中小學校嘅學生到廣州嘅研究院參觀認識呢項系統同技術。林可欣去廣州睇過。架車可以夾到嘢啦，可以推，可以自己設計你架車啦。例如有啲天災啊，咁嗰啲消防員咧未必可以自己去親身去揾，仲可以運用北斗衛星嘅系統，等消防員可以更加準確同埋可以更加快捷咁樣救出人命。呢班學生要同超過20間嚟自粵港澳大灣區嘅學校競賽，執行災區定位、救援、道路清理同物資運送等多項任務，從而認識北斗衛星嘅科普知識同實際應用。中國嘅北斗係繼美國同俄羅斯之後第3個成熟嘅全球衛星導航定位系統。舊年中國嘅衛星導航同位置服務產業產值超過5700億人民幣。一共現在呢，就是發到北斗3號，我們在空中現在最少有45顆星，啊，那麼這個密度呢加起來一定是更大更高的哈，而且我們3個軌道呢，不同的軌道，然後完成了不同的這種任務，啊，對我們的導航的精度密度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今天很榮幸啊！有份主辦呢個學生參觀活動嘅南粵航空航天科技創新研究院，係國家航天局嘅直屬研究機構，近年積極為粵港澳青少年提供科技教育平台。第一個交流，第二呢，我們的成果也是可以共享，而且呢，在科技教育有些自主研發的課程啊，比如像我們現在的北斗編程大賽。我覺得這個呢是作為一個雙方交流的一個課程研發到最後的落地應用推廣產業化的一個很核心的內容。國家級嘅專家啊，或者係技術啊，我哋都比較好難去接觸呢啲嘅。咁但係透過本地嘅創科企業去幫我哋去做一啲嘅聯繫啦，去 line up 翻內地嘅科研單位同埋本地創科企業同埋學校3方面咧，咁其實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益處嘅。有隨團嘅校長期望有更多呢一類交流活動俾學生參加。喺大灣區嘅地方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土壤，俾佢繼續。即係如果佢係對科技、對科研有興趣嘅話，佢會睇到即係大灣區啦、國家啦、內地已經提供有好好嘅條件俾佢可以去繼續嗰個發展呢一方面嘅知識啊、技能啊。佢認為隨住內地科技發展，喺航空工程、智慧城市同新能源等領域持續推動科研，將為年輕一代帶嚟更多職業發展機會。有線新聞林可欣喺廣州報導。